来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土耳其的地震造成重大的死伤，民众嘛开始知影讲自体安全的重要性。真侪人哦，讲差不多加出着2、3成的人，打电话到保险公司去问地震险的代志。讲即摆的厝有保地震险的真少，到今年1月底，台湾自体基本保险的投保率敢若37%，也就是讲，万不以这个地震若造成着损失。民众打拼一世人所买的厝，就化为乌有咯。专家来建议，咱大家应该都爱保这个地震险。保单一张一张，拢是为着紧急的代志来做投保。不过台湾主体地震险投保率刚好37.29%，无够一半。我们可能不用太担心那些住豪宅的人，因为他搞不好不止一栋。一般的民众，你如果这一辈子辛辛苦苦存的钱，只有买了这一户，这些人都应该，每一个人都应该投保。1999年9日强震发生，当时地震险投保率高0.2%，厝倒去民众了解无机会，政府推动地震保险，保价150万，卖当看你的厝的结果无共款，来向保险公司加保商业险。防震型豪宅费率可能就比较低，那一般的公寓房子因为结构比较弱，保费就比较高。那西海岸呢，保费就比较低；那东部大家就不用讲了，保费就比较高。土耳其搜救人员伫咧厝内底救人，这个画面互人看到心惊胆吓，嘛提起民众地震险的重要性。业者就讲，问的人确实有影变多。这种过往的比例是不高的，通常都是因为银行的要求，可能我做贷款啦，要增贷啦，才会去做一个火险跟地震险。保护会特别来询问，大概有增加了2成到3成。台湾和土耳其同款伫咧板块交界，即发生地震的所在，平常时要做好准备，才当伫咧天灾发生时来分散风险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